我係馬崇90年代中嘅舊生，亦係老師。呢段錄音聲音係特別處理嘅，大家唔使估我係邊個啦，我點都唔會認噶啦。我入嚟馬崇嘅時候，當年學校只係啱啱起好幾年，校舍好新，但係設備係零，真係零。當年政府淨係俾咗一啲好基本嘅設備我哋，叫做有台有凳有黑板咁樣，多啲嘢都冇噶。同學，你睇下個天台，真係一啲嘢都冇噶。同學亦都睇下個操場，你睇下個籃球場，真係得個籃球架噶咋，連地下都未鋪，係石屎地嚟噶。上體育堂嘅時候呢，千祈唔好跌倒啊，因為一跌倒必定見血。同學亦都睇下個圍欄，個圍欄非常非常之矮，啲波呢成日好容易飛出單車徑。同學呢成日都要走出學校執波。當然啦，總會有幾個呢自認身手非凡嘅同學呢，直接爬過圍欄出去執波。當佢哋呢成功爬過圍欄，落到地嘅時候，其實另一個同學已經執完個波，跑緊返嚟學校啦。仲有啊，當時呢電腦室得10零部電腦㗎咋，你可以想象下，30-40人一齊上堂，得10零部電腦，點樣分啊？所以呢，通常都係2-3個同學用一部電腦，一個同學撳下 keyboard， 另一個同學撳下 mouse 咁樣咯，咁就叫上電腦堂噶啦。而家你哋嘅小食部設備咁豐富，你睇下我當年嘅小食部，係啊，就係咁簡陋噶啦。你可想而知當時選擇有幾少。當然啦，小食部冇冷氣啦，台凳都唔多張啊，你望下。就好似大排檔咁，得幾張圓台圓凳㗎咋。同學呢 lunch 上返嚟食飯嘅話，就要玩爭凳仔㗎啦。喺初入嚟學校嘅時候呢，課室呢真係得台凳同黑板㗎咋。去到高年班好啲，有一部呢訓練同學耐性嘅電腦，佢由開機開始，小息完咗都未開到機㗎。所以同學好乖，我哋喺小息同埋午息嘅時候都唔會呢去玩部電腦嘅，因為要努力學習啊嘛。仲有啊，同學睇下部投影機，嗰部投影機唔係而家嗰啲投影機啊，係要用透明膠片嗰啲投影機呢，非常物理性嘅投影機啊，因為佢由鏡反射再由凸透鏡折射嘅投影機啊，喺物理堂嘅時候呢，佢非常之有用啦。咁佢就可以教到我哋鏡嘅特性同埋凹透鏡、凸透鏡嘅特性啦。同學再望下個課室，你望下課室有咩亮點？係啊，課室嗰陣時咧冇冷氣㗎，連抽氣扇都冇㗎。夏天當然好熱啦，而且仲好嘈，出邊嘅車聲、小學嘅上堂聲聽得一清二楚。熱都唔係我覺得最大嘅問題，反而呢，我覺得最麻煩呢就係春天嘅時候，因為呢嗰陣時走廊呢仲係用8葉玻璃窗㗎，根本冇辦法閂得實，點樣都會有啲罅，而且又冇得開冷氣喎。喺潮濕嘅日子，除咗走廊濕晒、滴晒水之外，課室一樣濕晒、滴晒水。我哋同學要帶塊乾布返嚟返學㗎，因為要抹乾台面、抹乾櫃桶先可以用。老師亦都會帶塊乾布上堂，因為根本個黑板濕到寫唔到字，要抹返乾個黑板，抹返乾啲粉筆先寫到字。課室個地板當然出晒水啦，書包當然唔可以擺喺地下啦，只可以掛喺凳背。最麻煩嘅時候就係老師派工作紙啦，同學都會打醒12分精神，好小心咁傳。如果將工作紙跌咗落地下，沓工作紙就冇晒噶啦。喺中七嘅時候，我哋冇自己嘅課室，日日都要走佬咁樣上堂，去睇下邊一個課室係冇人上堂呢，我哋就要入去用。當時中七嘅所有同學仔唔會孭書包噶，因為執書包實在太嘥時間，太麻煩啦。我哋個個都係孭住一個好大嘅環保袋，因為上完堂就即刻將所有嘢掃晒落個環保袋度，咁就走，即刻去換課室噶啦。同學就會問啦，喂，咁學總會有啲活動要喺課室度做噶，咁我哋去邊度啊？我哋就會喺實驗室嗰度進行，無論考試啦、聖誕聯歡會啦，我哋都喺實驗室裏邊進行。其實喺實驗室做呢個自己課室都有好處嘅，好方便，成日洗手咯。而家見到學校嘅設備，我作為一個90年代嘅學生，真係又羨慕又妒忌。雖然當年我哋設備好簡陋，但係呢一個校園我都有好多快樂回憶，所以先返嚟教書啫。你哋而家咁幸福，有咁多資源，
所有嘢都得來不易，同學真係要好好珍惜而家馬蟲所擁有嘅。